一个思念美地，仰望故乡的月，听着圣经故事，用生命见证结出人生甘甜。欢迎收听喜悦之节讲故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真耶稣教会所制播的厝边隔壁。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希望。当一个细汉囡仔初初出世来到这个世界，小小的这个身躯对着世界上各种的这个事物，拢充满着好奇。就算讲是一个真微小的这个动静，嘛会来牵动着因的反应。也毋过，这对小文来讲，就算讲是单雷公，当来上门的这声音，伊嘛拢无反应。这爸母呢，就赶紧带伊去看医生。诊断过了呢，发现讲小文是先天性有极度严重的臭耳人，天生的这障碍，叫伊一出世就注定比别人面对更加侪困难。但是伊煞拢无来埋怨神，到如今伊也阁体会到神对着伊的这恩典，仰赖着神的带领，甲爸母的这个同行，伊看到人生当中上水的这个风景。因为神是咱的避难所，是咱的力量，是咱伫患难当中随时的这帮助。今日希望这个讲故事，咱就做伙来分享着小文的生命故事。小文一出世就伫庄脚的基督化这家庭，互小文自细汉就当伫神的恩典，甲到厝内底人爱心的看顾之下来成长。平平安安来度过单纯，煞甲一般人无共款的这童年生活，因为伊是伫完全拢听袂到声音的这环境之下来大汉。随着这年纪的增长小文就来发现讲，家己面对问题的时阵，比一般人更加安静。做代志的这个动机嘛，比一般人更加单纯，也嘛比一般人更加会当来了解到别人的心意，而且伊更加会当体会到神的爱。小文深深来感谢到神为伊安排所有一切。小文是妈妈所怀的第一胎，出世比旧生期较早。迄是10月25号的这暗时，妈妈的这巴肚开始来痛痛，嘛因为住伫这庄脚，爸爸只会当载着妈妈到一间真细间的助产室来生产。在神的看顾之下，小文的四肢拢健全。小小这身躯伫厝内底人的期待之下，加入了这个幸福的家庭。但是伫2-3岁之前，小文甲一般的囡仔同款，拢真爱耍迄个佚佗物啊。厝内底人嘛无发现到伊甲别人有啥物款的无同款。一直到有一天，妈妈咧甲叫的时阵，伊煞完全拢无反应。小连续叫几啊届，结果也是同款。妈妈才感觉讲真焦疑，就安尼带着小文去看医生，来找找到迄个原因。结果因得到了一个因全家伙拢无法度接受的这个歹消息咯，就是小文的这个耳孔竟然完全拢听无。厝内底人拢相当的伤心艰苦。但是相信神的确有美好的旨意，所以全家伙就坚强来接受到这个事实。到了小文就小学的这个年纪小文就进到了一个普通学校汕头国校来读册。
会记迄个当时小文甲班上的即个同学拢相处了真好，只是讲有当时会莫名其妙叫查甫囡仔来欺负，因为迄个当时袂晓讲话，嘛袂晓讲话救人，只会当伫遐轰拍，伫遐大声来吼。而且因为年纪还阁少岁，对着神的即个了解并无深，所以拄到迄个困难的时阵，嘛毋知影讲要来祈祷。因此，即摆回想起来，都感觉讲迄个情景是相当的即个悲惨。不过，小文认为讲痛苦只是暂时的。小文虽然听袂到声音，嘛袂晓讲话，但是功课煞有袂歹的即个表现。曾经是全班第2名，即摆回想起来，真正是感谢神的带领。也毋过，当小文来升到3年以后，伊的功课都对袂着同学了。当伊的父母为着小文的即个学业来烦恼的时阵，神真奇妙，来安排着破主国校的即个课程班开始来招生。父母为着小文转学到破主国校，进入到课程班，重新为1年开始读起。感谢主，进入到课程班了后，各方面的即个学习拢有了进步。曾经来参加着耳孔听袂到的学生协会举办的活动，甲到才艺表演，以及作文画图比赛，也曾经当选国小4年级模范生。另外，小文甲班上其他5位耳孔听袂到的即同学拢斗阵了真好。虽然讲班上的即人数真少，也毋过大家拢有一粒团结、互相帮助的心。今日一直读到6年顺利来毕业，更加感谢神的是，原本袂晓讲话小文，伫厝内底人的陪伴，甲到亲戚朋友的即关心，甲到鼓励，以及老师的即耐心教导之下，小文终于学会晓讲话了。小文内心对着神，甲到一切关心伊的人，拢充满着感谢。
世界是非不分，黑暗危险绕着我，有你指引我生命路途，使我一生一世不走岔，求牵我手带领我道路，紧握住你不离去，再一次张开你的双臂，紧拥抱我在你怀里，用爱指引我人生路途，我紧跟随你不离。启聪班毕业了后，小本就来读六合国中学校，就伫教会的对面。这段期间，伊曾经参加作文和画图比赛，伊嘛当选嘉义县的这模范生。感谢神安排了优秀的校长，也有主任甲个老师来甲伊教导，互伊有发展的这机会，并且互伊熟悉了真侪真好的这同学，会讲彼此来鼓励来学习，互小文嘛成长了真侪。高中毕业了后，小文就考调国立的东石高中。神嘛再一次互伊知影讲，神早就帮伊安排了真好未来的这道路。小文会当体会到讲，人的心就算着家己的道路，多多耶和华来指引着伊的这脚步。高中的这个期间，小文一直拢真用功，要求讲家己一定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哦。伫国文、有美术、家政、音乐、电脑各个这方面，拢伫班上的前10名，表现了真好。嘛真受到老师甲同学的这肯定，伫人际关系这个方面，嘛甲班上的这同学相处了相当的好。小文特别要来感谢到伊的导师无因为讲伊是草艺人，就来甲伊轻视颠倒呢对于这个小文呢特别来关心。嘛特别安排功课甲到品德真好的这个同学来甲伊斗相共，甲伊做伙来上课，解决掉伊伫功课顶悬的这无方便。另外，小文嘛曾经参加学校内底的这个心得作文、科学、展览等等这比赛逐项呢拢得到真好的这表现。伫社团这个方面呢，伊嘛参加着编辑社、学一下文编、美编等等这工作。虽然讲真辛苦，但是小文为这当中学习到甲大家合作的这经验，并且来了解到讲为了未来更加好的这结果所付出的这辛苦，拢是有价值的。到了高三的这后学期小文都真打拼来准备着考大学。学测这结果呢，小文并无来录取，心肝头实在真艰苦。也毋过，伊明白讲神一定会带领伊所要行的路，因为神互伊知影，恁当中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应当求迄个赏赐互正人，嘛未责备人的神。主的确着赏赐互伊所以小文伫祈祷当中，就向神来讲出伊的心声。主啊，我求你会当互我考调大学，不管是国立的，也是私立的，嘛不管讲迄个距离是足远的，也是足近的，我只希望会当考调大学，安尼我就心愿意足了。
来参加着身心障碍者的这个大学考试，迄个时阵病毒当咧流行的时阵，必须爱挂着喙暗，甲到量体温，才会当进入到这个考场。伫考试进前，伊嘛不断来向神来祈祷，主啊，求你来帮助我，赐予我智慧甲到聪明，互我伫考试的时阵会当顺利。感谢神，迄2天的这考试相当的顺利。不过嘛，发生了一件小代志，就是小文差点行唔到迄个考场，但是感谢主的带领，因为好佳仔量早来发现咯，也若无可能就被取消考试的这资格咯。算落去，伊就伫厝内底等待大学放榜的迄个时间咯。内心犹原不断来向神祈祷，求神会当带领着小文的这脚步。感谢神，最后小文考到辅仁大学社会学系。伊心肝头的这种欢喜甲到感谢哦，实在无法度来形容。厝内底人嘛笑甲嘴啊里塞塞哦，因就马上跪落来向神来祈祷。感谢神，互小文考到这样好的大学。寂寞孤单的时候，耶稣永远伴着你，把你一切交托主面前，他会承担一切。当你劳苦忙碌的时候，耶稣永远伴着你，抛开世俗的烦恼，你就永远快乐。主的时候，耶稣永远伴着你，主必坚定你软弱心灵，指引你的道路。当你忧伤痛苦的时候，耶稣永远伴着你，你若高声歌颂主，你就永远快乐。小文知影未来路也阁真长，对着伊即个耳孔听袂到人来讲，无得卡会比一般人更较辛苦。但是伊相信神一定会甲伊斗相共，互伊学会晓独立，学会晓照顾家己，继续来成长。自细汉到大汉，一定有主耶稣的看顾甲到帮助，赐予小文真济福气甲到平安。也阁有厝内底的人的鼓励甲到安慰，伊较有法度活到即一天。所以小文想要将伊内心的这个欢喜
甲到感谢，会当化作未来前行的这个动力。以后，伊毋望家己会当继续来打拼，做好家己的本分，并且坐坐来祈祷，坐坐来做圣工，做一个会当为主发光的人。当然，小文嘛希望讲，伊今仔日的这个生命故事，会当对着心心健全的人，或者是心心有障碍的人，拢会当得到造就，嘛将这一切荣耀拢归予天顶的真神。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听到小文的生命故事，你是不是嘛感觉真感动，心内嘛有真侪感触的？草仔机嘛经多人吼，活伫这个世界上哦，难免拢会遭遇到各种的这苦难甲到灾厄。有当时是身体顶悬的这病痛，或者是突然来到这意外的事故。也嘛有可能呢，亲像小文同款，一出世就注定有一寡罕见的这个疾病。但是主耶稣讲，我留落来平安互恁，我将我的平安赐互恁。我所赐的，无亲像世间人所赐的。恁心肝头毋通忧愁，嘛毋通胆怯。这是伫约翰福音14章27节所写的吼。所以呢，听众朋友，咱看到基督徒，就算讲伫面对疾病的折磨，伊有缘会当讲出感谢主加平安的这个话语，因为因拢知影吼，一切拢有主美好的这个意思，而且更加来倚靠顺服主。所以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感觉你有平安无？是毋是你当咧因为身体顶悬受到疾病折磨，来感觉真痛苦、真不堪，也你都渐渐失去了生活的这个信念咧？也你是毋是因为讲你伫工作事业顶悬拄到一寡困难，来闷闷不乐咧？结果你无了真正的这个动力。亲爱朋友，咱做伙来思想一下。咱是毋是应该爱来找找真神耶稣基督所赐的迄个平安？因为伊才是平安的这源头。靠着主耶稣的这能力，除了肉体健康会当蒙主来保守以外，也会当得到心灵的这个力量，灵魂嘛会得到迄个保守哦。而且嘛会当预备到咱将来会当得到永远的这个生命。因为圣经顶悬有写哦，讲将来哦，伫迄个新天新地内底，神要拭去咱一切这目屎，迄个时阵哦，都无搁再有死亡，嘛无搁再有迄个悲哀、痛哭、痛痛，因为以前的这代志拢过去了吼。所以到迄个时阵，咱将要来享受到迄个永远真正的这生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咱伫节目结束之前，要请到咱所有听众朋友，跟咱做伙向天顶的真神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圣名祈祷，至尊至圣至大人类救主耶稣基督。阮即马正昂要用到虔诚的心，头伫你面头前来祈祷。阮要来高举着你的荣耀，婀娜着你奇妙的生命，因为你是无生命的开始，你嘛无生命的终结。你为太初就存在，是永生不变的全能者。阮要用到感谢，甲到喜乐的心，时常来纪念你为阮世间人所行一切恩惠，甲到阻碍。亲爱的主啊！你是孤单的人的陪伴，是软弱者的倚靠。你更加是摆挂伫上车路顶悬的明灯，甲到指路牌，是可怜的人的帮助，
嘛是伤心的人的碗课，是伫迄个互魔鬼的灵压制、诱惑的拯救者、得胜的人的力量。你嘛是善良人的朋友，更加是离开世间的人的指望。主啊，阮常常认为家己的人生所遭遇的，拢是非常可怜的，甚至互人来冷淡，并且感觉非常的寂寞。但是你的眼目将来就毋捌离开过阮，你是常常来监察着阮的内心，你用着无比的怜悯、甲着爱、甲怜恤来眷顾着阮。你逐工来等待阮来亲近你，来相信你的救恩，借着你的爱，互阮会当定睛来仰望着你。只要阮想要来亲近你的时阵，阮就会当得到你的安慰甲着帮助，并且互阮知影阮的人生正确真理的方向。亲爱的主啊，我要专心来倚靠你，来仰赖你，因为真正的帮助是为你而来。我嘛要用着这款的爱来报答你。麻烦你借着今日小文的生命故事，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知影，你的恩典是有够用的，你的爱是直到永远的。因为你为了爱你的人所预备的，是目睭毋捌看见，耳孔毋捌听见，人的心嘛毋捌想到的。亲爱的主啊，你互阮来知影，你比万有搁较大，互阮会当倚靠着你的救恩，伫任何的困难、任何的疾病当中，阮的确会当经历着主你真实的存在、帮助甲着稳定。求主耶稣继续来带领着阮亲爱听众朋友，嘛会当把握着机会来到真耶稣教会，会当来领受着你丰盛的救恩。我嘛愿将一切荣耀、尊贵、能力，拢归到主你的圣名，一直到永远。阿门。各位亲爱好朋友，时间过了真紧，咱的节目嘛将近尾声了。如果你若介意今仔日的节目内容，想要查考更较侪道理，欢迎好朋友来到真耶稣教会参加安教日的聚会。订阅阮的节目，留话互阮，甲阮分享你听完节目的感想。嘛，毋望好朋友会当分享互你身躯边的人。感谢你的收听，厝边隔壁大家好的节目，我是希望咱后一回再会，平安。